中央宣布禁止用喷来饲猪，伫咧新德县一日产生的喷是已经超过处理厂的负担，所以环保局即马就宣布讲，粪扫车袂过收喷，请民众把这喷直接单掉。嘛，呼吁民众应该会当食偌济就煮偌济，对源头来减少剩的饭菜。 把油喷倒入去机器，经过过滤了后，搁以顺糖处理再利用。新一款油喷处理厂原底逐工会当处理大约10吨的油喷，自非洲地质疫情爆发了后，一工增加到50吨，造成处理厂无法度消化。环保局宣布这段时间，爱民众甲喷生蛋粪扫桶。我们都是沥干再倒到那个我们自己做有机肥，就是种菜。那现在禁收对你们来说嘞，造成困扰吗？ 不会啦，因为现在的时机就是要依照那个政府机关的做法来执行。多一道手续啦，也不会很麻烦啦。 新德县环保局提醒，这段时间油喷等去一般粪扫车就会使，不过要等进前一定要把水过滤掉。先协助将我们民生产生的厨余，先把它沥干水之后，并入我们一般生活的垃圾，交给清洁队来做一个焚化的处理。那这是在非常时期的一个因应措施哈。那我们之后也会来滚动式的检讨，配合中央的政策来做一个调整。未来环保局除了会继续提升油喷处理数量，所以政策会去看状况做调整，也呼吁民众这段时间尽量食偌济、煮偌济，这会对油喷的源头来减量。记者刘君和新店报道。